寬廣廣的獅仔頭，一粒一粒做好放入油鼎內底煎。外口早就已經有民眾佇咧排隊。阿嬤，你看關村文化美食節熱烈登場，以年貨大街為主軸。有關村各省特色美食、傳統年節小吃甲文化展示，各地的特色都有，辣味的啦，還有各地的美食都在這裡。那也希望說，我們市民朋友可以利用這個時間，然後過來過年到了嘛，然後才買一些年貨。這邊也是我們早期的一個軍艦區，包括我們的正興里、重興里，還有我們的大光里，還有我們的大興里，都是我們早期的一個眷村里。這邊有很多的滿滿的回憶。北區嘛是管好真濟行政區，特別是灣美國學校舊址周邊，攏是關村。去年頭擺舉辦關村年貨大街，就受到好評。今年延續辦理，組織143個單位，重現早年關村過年時陣熱烈溫馨的生活場景，營造懷舊甲人情味的年節氛圍。我覺得這是在我們北區呢，算是一個中美合作哈。那有美式的場地，然後回憶，然後呢加入了我們中式的一些古早眷村的一些美食。我們有豆腐香腸、臘腸，然後廣式的臘腸、臘肉，然後我們是湖南臘肉。上次就是缺豬的那個問題，其實有稍微影響，但其實價格不高。活動對1月19號到2月2號，為期5天的時間，期間透過互動遊戲，大工限量發送200份關村肉包，消費滿額會當兌換五彩券，也是村聯訂應景好禮，讓大家提前採港過好年。台南新聞出發採訪報道。